明仔就是国际人权日，美国伫咧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进前，宣布针对13个国家当中的37个人实施签证限制甲制裁，其中就包括甲新疆有关系的2个中国官员。也那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也宣布制裁强迫劳动的3间中国企业。另外，现主时踮伫咧台湾的一群香港人伫咧台北举办香港人权展览，希望提醒民众爱重视香港的人权。罗伟兰总统蔡英文在时也出席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的2023世界人权日典礼，伊也讲今年转型正义的目标是要落实规范财产，也那台湾的转型正义会继续向前行。昨日嘅7早就是国际人权日，为了反制中共打压人权，美国伫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前，宣布对13个国家的37个个人来实施签证限制甲制裁，其中包含牵涉新疆的2名中国官员。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宣布制裁牵涉强迫劳动的3间中国企业。也继续追查外观法律，并且拍摄伫中国受虐待者的企业。美国国务院强调，会采取行动追究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。也那香港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，就是香港人反抗极权、中共打压人权的悲歌。一寡伫台湾的香港人找到伫台北举办香港人权作品展，希望经由展览引起民众对香港人权的重视。现场放真侪画作、政治艺术，包含时代革命、讲好香港的反送中元素。由于家早一卡世界培训的行李，代表真侪被迫离开故乡的香港少年人无奈心声。活动发言人傅汤拄好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政治受难者，讲到香港的民主自由已经完全消失啦，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实在无简单，也是中共所惊的。台湾爱反抗中共极权的打压，必须团结民众的向心力。因为现在中共其实也想将香港那一套推到台湾这一边，所以我就想借助这一个展览，作为一个平台，将大家串联起来，然后就告诉大家有一些人还在受苦，然后你们现在的自由也不是一定会理所当然的。过来有关心人权的议题，总统蔡英文提到参加2023年世界人权日的典礼，向政治受难者致意。讲到今年转型正义的里程碑，蔡总统讲落实财产的反省，经过调查，通过4件财产反省案件，受难者当年被没收财产的反省原始的土地登记。那么像是平复国家不法、恢复受难者权利及疗愈政治暴力创伤，针对不义遗址进行审定和保存。蔡总统讲，经由推广出来东岸研究甲教育，互无共世代甲立场的民众体认威权体制带来危害，台湾的转型正义会坚定行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